我是一个替后爹报仇的查某囝，毋是来这听你讲经说教的算秀才。你若是要替这爸无反出头，我连你煞来。 你莫侮辱我感觉人的勇士，勇士对杀敌人，无用暗杀的手段，暗杀是卑鄙。这是不是恁的钱？这是拍来的钱，不是小钱杀人的钱。阮的勇士袂摕这种钱去杀人，这是侮辱敌人，唔好。 你毋通暗杀阮阿爹，摕他野收的钱来侮辱伊，好，真好。放伊走，伊是来替因阿爹报仇，是一个有害查某囡仔。放伊走！ 今仔日是恁家己唔杀我的，定讲你一定会后悔。恁白人公安犯，这查某更较犯啊！嘿，免惊啦，是我啦。 虽然我冒着性命危险，比阿里赛哦来到这，我会当看到你，实在足欢喜的呢。今嘛，我要甲你讲一句我的真心话。阿勇兄，有一寡话讲出嘴，会伤着你家己，嘛会伤着我，莫讲好。无啦，这句话我一定要甲你讲的啦。 我足嘴呆呢，啊，会伤着你哦。袂啦，讲这句无要紧，我来去添茶你啉。想袂到我过来，我家己嘛毋知是安怎，我嘛毋知。 是安怎行来行来，就行回家来。李人，你规气就放我煞，永远拢莫踮咧我面头前出现啊！过去的一切，除了怪我家己歹命，我拢无计较啊！安尼敢阁无够？当然嘛无够。 你敢知影？我即摆上大的痛苦是啥物？就是所有代志，对我来讲拢伤简单，简单到一点仔趣味都拢无，像单飞，像你，要互恁死，无困难，留互恁活命。 是为着要增加我家己的趣味。你哪会变到完全拢无人性？人性，迄是软正的人，替家己找一个借口。啊，若像你，当初你若莫遐有人性，救我，爱我，哪会沦落到这种地步？哦，你呀，男的啊！你派人做干你真正天公伯也无目睭呢？最来甲讲，讲你爱我，你要对我走？我毋是听到要拍你的古病啦，我倒位才经过，歹势吼，你继续讲啊。
遮济，你替我卖命，对我来讲是一个无价之宝。我若讲要报答你，袂输甲你当作是外人；若是讲要赏识你，又搁袂输甲你当作下骹手人。阿关，你是我的影，有我就有你。来，今仔日你人荣华富贵，我享受偌济，我的影就享受偌济。从今以后，你若受到一点点仔困难，对我来讲拢是大代志。我会含你看你欢喜，我会含你看你享受，我绝对袂含你目睭紧紧看你吃一点仔亏。来，这杯啉落，我有传一个单路要送。卖送啦！目着啊，搁安尼送，会疼你，无人性。连主，让我带到位啊！我这下害了你嘛！人讲要处死进前哦，拢要食一顿仔粗饱，啉一寡酒，头痛会较袂疼。你啊人，你敢真正要叫我死哦？顶遍你无甲刣死，这遍我阁予你一个机会，伊的生死都交予你决定。少年的，咱小参详一下啦。迄活的，予你决定，啊，这死的哦，我去甲你决定无哈？你叫做阿关，我甲家己当作是做错，当作你是员工，为着你，就算讲了钱的生意，我嘛要做。我要买你的心，你的心，是毋是要卖我？犹在你。关公，哈！你当时有这个机会，咱卖卖伊，甲丢关价，我听你。关公，啊！你考虑遐久，啊，甲绑去遮绑遮久，哦，我拢无排水呢。哦，你甲丢关价啦，卖卖啦，吼！阮若搁考虑落吼，你无甲我刣死，我敢若甲你禁就禁死安尼哦。卖啦，我搁禁啦，我搁禁你搁想吼。人是毋是你甲放走的？你的人情，你的面子，我已经替你做甲十足。今仔你要安怎对我交代？
我这个做厝，用心、用钱、用诚意、用我的血，安尼敢会当买你这个员工的心？你骗我的，你欠我的，我已经用家己的血甲洗清气。你拄则顶一个头，安尼就表示你这条命，也阁是我李人的。只要若无我安准你死，你就要好好教我咧。你上落去。这边算你捡到的，虽然若搁甲替你求情，你十心都无够死。春啊，春啊，春啊，我平安无代志转来啊啦！你坐喺门头等我足甘心的呢。哎，你用远的我就真无欢喜哦，我这全是救死医生呢。迄伫荒郊野外无人通救我的时阵，若毋是你那样服服齐天哦，敢会当徛遮互你看哈？啥？无大无小。我若无大无小哦，哪会坐喺门头等你转来？我一个人坐到遐，一直黑白想，万一你若无转来，我是要对咱老家的祖先，啊，甲死去也伫遐交代。连我一个人，是要创造一番有为事业流名千古。我嘛是为着即句话。毋则无惜我家己的性命走落去山骹。我这个吼想要创造一番有为事业、留名千古的伟大少年家，是去找我心爱水莲啦。你敢想着水莲？我拢无想着，我会替你烦恼。你敢袂烦恼？你若遐30外，你无阿嫂，你敢袂烦恼？我为着你这个阿嫂，最果是赴汤蹈火，上刀山落点海，搁较坎坷的路，我嘛一直要甲行落去。你若安尼行落去哦，早晚会无命啦。好啦，我拜托原娘子后去替你讲真正，啊会成袂成哦，我是无保证。毋免你保证，原娘子也保证就好啊。原娘子啊，原娘子啊！好啊啦，人去做工课啊，你直话。无意思呀！啊，我若要讲这件代志的时阵，因就去做工课，气死！有啥菜去啦？哎，我哋要冇食你啦。卡琳娜，卡琳娜。好，你实在也是做无说的。阿辉。心情无好。我真对不起这个树，我真正无想要伤害伊。我祖先有甲我讲，树莲
会替阮保护伞。若是伤害才会受力，山神就会生气，就会敢再会甲阮作你。啊，不过，身为一个勇士，互玉春姑娘拍败，我守信用，无守信用，会侮辱到族人，族人就会甲我责备。啊，若是要守信用，就会伤害才会受力。 山神都会生气，我做艰苦的啦。是我甲你照用这个上目，祖灵若生气，嘛会先处罚我。昨暝富伯公主受到祖灵的指示来找我，伊甲我讲，祖灵有交代，若是不得已伤害到树灵，就要去找树灾。 伤害着的是树林，就要紧去种2丛新的树林。安尼山顶树林就袂减少，反倒转来愈来愈侪，山神就袂生气。我哪无想到，我哪个跪喺遮，我赶紧去甲阮族人讲，因为足烦恼的。多谢。不是，什么？哎，快点，快点！ 我说你好，我那去单位有啥子那好，我是在多山路那个是看看呢，我来给做。哎耶！嗨，快点！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 若要掌握这个柑仔兰的，偏门啊是叫甲后皮，若正道咧是稻米甲上卵。艋舺今仔才会发电，伊是靠北皮寮咧提炼这上卵。假使咱柑仔兰乃当提炼这上卵，咱以后嘛是甲艋舺同款，遍地拢是黄金。师傅，既然利益遮尔大，那你有啥拍算？以我所知影，要提炼上卵，需要人，需要所在。 更加需要钱，啊！这3项咱目前好亲像。枉为你伫我身躯边学做生意遮尔久，下当本来投资做生意风险上大。要若要甲合作呢，利益无就能够分偏。上最上好的方法呢，就是让李人甲陈辉2个人发生冲突。因2国若是战争呢，不管是赢也是输，上好是咱第3国。要毋过这个炸药的火。 需要有人去引，我看由你来引。师傅，你要我安怎做？我会利用李人的这名誉，封锁所谓提炼上卵这个工夫，唔通落在陈辉的手头。到时陈辉若是走投无路咧，这个上卵战争就会爆发。 有春姑娘，我有出去要甲你讲。有春姑娘，辉哥，你莫拜托你啦，这关系阮罗家乡的高一生的幸福呢。你甲管理主任讲者，叫伊替我去甲提醒啦，好无？拜托你啦，时间到伊互你坐啦。这个代志毋是我讲就准算，爱水莲公园同意才会用的。单位，你看清楚，这查某一直甲我对调调，讲你拢袂食醋。我哪有啥物食醋的理由？就算讲你无食醋的理由，你甲我斗相共，叫伊走啦，足烦的啊。辉哥，拜托你啦，我会重新来处甲处理一下啦。有春姑娘，你嫁互我好无？ 我
无嘞。来，换你两个，换你两个。哦，啊，你要困，好。哦。姐，你做啥？姐，我拄今日顺路，迄四周围是呢乌乌暗暗啊。我淡薄仔带着咧，一直到我头等下吼，看到这部火，心肝头才较定着啦。啊，咱千万下嘛黑暗真久啊，唔知影当时才会当看到光明。衫若穿久吼，难免会离去，会破去。只要若肯摕起手中的针线，无迄落袂当天的衫。上惊是人的心，人的心一旦若离去，也是破。任何的针线嘛天袂吧。是啊，啊你讲的遐深，我听拢无咧。阮阿爹的性命，任何针线嘛救袂活。秋水姑娘，这暗嘛你才来阮遮，无请你家己来，真歹势，我无法度好甲你交代哦。歹势的人是我，今仔日我扎来的针，敢若会伤人，会害人。咱会当卖相杀，你等去甲东辉讲，这个草料啊，是我放火烧的。慢啊，秋水姑娘要找的事主是阿辉，你等去叫伊来，当面甲秋水姑娘理学清楚。我带车陪人去，好我讲者。是啊，路上有一站啊嘞，你大家来去讲一看哦。嗯。阿爷，啊你是咧喊啥？我是喊要娶某啊，啊你是喊啥？我是咧烦恼，人要娶我做某啦。嘿，慢啊！阮喊一声尔，你喊10声是喊安怎的啦？阿辉啊，紧叫阿辉来输赢啦！阿辉就去找我刘子啊！我都唔相信你做这个代志，你的心肝拢袂艰苦。为着阮阿爹的冤仇，搁较艰苦，我嘛爱受。秋水姑娘，这位朋友，一场误会，哪着用性命来输赢？既然有心来，若无去嫌，大家熟悉者。这支针是你落伫我遐，你敢有想要摕转？这支针已经是过去啊，我的过去，你留的。伊的过去留互你，伊的未来若有啥物代，我会靠你来谈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
少无拼一个生死，你唔甘愿？安尼即摆我互高阳，我是要甲你提醒，唔能用利用。对人命，我也是万来一靠跑。对人命，你讲我底有熟悉？生死之交。我拄则若知讲你是个查某囝，我就袂甲你动手。我来甘仔兰，什么代志我无拄过，我无可能凭你两三句话就来相信。要相信唔相信，这是基础。保护你家己性命安全较要紧。我敢若剩这条命尔，若是袂通对我爹报仇，我的命无想要早登个长线。会暗杀朝廷的官员，这个人的动机无单纯，凭你家己一项想要报仇，恐惊有困难。上好你是去朝廷讨救兵，互朝廷派兵来援助你，安尼你报仇才有希望。我甲你讲的话，你也真足听，你唔通轻举妄动。姚春高娘，阿伟，你做了什么代志？外口有人找你啊！我伫台湾也无亲无情，那是啥物人找我？来找你的唔係一个人。啊，是你哦！啊，因为是。是要hen那罗海岸，是要hen那罗海岸，是要hen，是要哼，是要hen那罗海岸，是要hen那罗海岸，是要hen，是要哼。恁这是咧创啥？有啥物话吼，豆豆哥先甲我扛来才去讲啦吼。好嘞。阿伟，啊，这到底是安怎啊？依照我的了解，这是甘仔兰人的勇士想要带牵手，所表现出来上界有诚意的舞蹈。啊！阿嫂，二嫂，我甲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我的这边的小弟，啊，这位是我的表小弟。阮甘仔兰人的勇士，我是第一勇、第二勇、第三勇。因拄带去基内探路，拄仔回来，我就带因来啊。阿伟，啊，即摆是要安怎啦？姚春姑娘，你唔免惊啦，有代志有哪甲因讲。哎呀！第一勇、第二勇、第三勇，我罗大勇两日送你，恭喜！关娘姐啊，玉春啊，你免惊啦，不得不失，较细腻的养护就好。姚春姑娘，既然即摆拢无人反对，我就要带你回去。如果小等，你要带我吼，我嘛无反对啦。啊，毋过你要先答应我3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第一个条件，要帮助阿辉提炼上脑，保护伊安全。无问题。第二个条件，要帮助我阿兄变成一个勇士。嗨，阿哥。
第三个条件，你过来甲我决斗。你若赢我，才会当娶我。哥哥，一条规清楚，赶紧跟。哥哥，我跟你打了，崔振，一条规做哪个？三个凤凰位了。嗨，喊打，喊打。看你的表情，我就知影应该替你答应。时间地点，我会搁通知你。落开！你看，我敢有可能做第一勇士？彦祖，你找阮。我这人做无胆的。张啊，我做一个梦，你梦到恁两个无声无息，对我较接向甲我动一刀，所以我透早就起来要找恁两个。奇怪，我先出来找袂到，昨暗我迷茫的，恁两个甲我动一刀。对家呢，甲这阵啊，还阁疼疼。你若想要互我死，唔通就较接疼，爱对才对。安尼我这个做员主的，对恁有好。无啦，员主，阮透早是替你去办一寡代志呢。阿坤，员主无问你的话，莫条乌白插嘴。安尼就对。伫我面头前，都爱较听话，唔通乌白讲话。阿某啊，你讲，无我的允准，恁两个跳去做啥物代志？彦祖，阮有接到消息，陈辉甲青湾社遐个人伫阿里赛想要练上脑。阮提早一步去甲遐卖工具的生意人叫声。什么人若是敢袂落陈辉，我就叫什么人关店。安尼是长伊的前路，嘛是长伊的后路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做唔对两项代志。第一项，无我的吩咐，你就大主大意。第二项，你的头壳什么时阵变遐尼巧？安尼我这个员主会惊呢。员主，后盖我唔敢，我唔敢。唔敢就好。你若搁安尼大主大意。头前我就替阿坤，难得你的头壳变遐尼巧，我这个做员主的人，嘛无想要切掉你的好意。若是要做歹代志，就爱做较彻底。敢若断伊的工具也无够，爱断伊的水，断伊的米。倒一间米店，卖米就单飞，我就放火烧伊的店。啊，若是因的水，就交互恁去负责，替我去水头下毒。彦祖，下毒是会死真侪人的。安尼真好啊！人若死无够。都换恁两个死！阿辉，你是毋是还咧想迄个后面人的代志？我是感觉，迄个后面人一定跟你有关系。有关系也无关系，暂时请一边。
我是咧想，伊应该是对咱无歹意才对。是啊，甘仔咱即摆遮尔咱乱啊，对咱好的人吼，拢是咱的朋友啦。啊，无亲像一款人吼，我伫咱遮食用饭啦，啊，工课都还未做着，讲啥物要收水租咯，安尼敢有算朋友？高先生阿万啊兄，你咧一条囝尔讲话遐险着，你生命也着偏哦。我即摆心情歹，无甲你等。人咧讲，靠人食饭，就要看人面色；靠天食饭，就要看天色。我的祖先有甲我讲过，孤山岛若坎云，就要落雨；孤山岛天若清，就是好天。哦，啊，你这个登山过台湾的，所以你讲阮这在地哦，离甘仔咱遮做工课的人吼，大家都会晓看天色啦。啊，你若比阮那高哦，我有山煞石头。你若听我讲，不是孤山石头，是我头石头。点点啊，人咧讲正经的代志呢。我讲的就是正经的啊。我完嘞，我拄则讲是一个比论，算命先生毋是讲过啊，吉凶未来的生有调，迄个后面人会出现伫阿里赛，不管是朋友也敌人，咱要面对的问题会愈来愈复杂，所以先要有拍算。好天有好天的大汉，雨来有雨来的做法。阿辉，你咧讲话意向真直接，今仔安尼哭一大轮，你是毋是有啥物看法？讲出来参考看卖。万年姐，遮尔侪是非，拢是为着阿里赛这块。这块地若摕袂过手，你人绝对袂帮咱干扰。若是正面冲突，官府搁较无路用，嘛会出面干涉。所以我咧想，你人一定会暗慢慢来。阿辉啊，兵的暗的拢不要紧啦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暗啊。命一个人一条啦，你安怎拢不要紧，我5万的应付甲够啦。万啊，代志吼，毋是像你讲的遐尔单纯啦。若敢安尼，阿辉就免想微波啊啦。阿辉，这个算盘你按算要安怎调？为着众兄弟的安全，我有听人讲，此当时高山带漳州、泉州甲客人入甘仔兰的时阵，为着大家安全，伊绝对无允准有人单独行动。哦，我听了淡薄仔杂着呢。阮甘仔兰的故事，就互你这个登山的人来甲阮讲哦。啊，你毋看阮足无起的，这大家嘛知影。无山讲啊，色为色结色爱，啊这爱吼，上较唔爱5个，爱7个人，唔怎做爱。啊这通人知影，啊你也提出来你咧留，哦你实在。那你安尼讲就对啊啦。为着大家安全，咱一定要惜爱，6人一组，做爱丁。准啊！你讲爱啊，你讲爱啊！我即摆无爱哦，我会死哦。人迄伊甲你正义无共款啦。共款啦，你是要替我讲啊唔啦？无爱，无正经的代志叫我替你讲。无后悔哦。关你姐啊！五山讲色为色结色爱，天讲色男色女嘛是为着爱。我后半世人幸福，交代你的手头啦吼。无可能啦，我有介意的对象啊。关你姐啊！你误会啊啦！你这班的嘛无下我开口。你讲啥？我意思是讲，拜托你也讲亲情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真好。
安尼就对啊，真好。哎呦，哪有两想中毒啊？啊是安怎？陈伟，这都是树莲的手气，敢知好这个人啊？这嘛是拄开始尔呢，煞来就轮到阮族人啊！你莫急，我先看卖。是中毒。啊是安怎发生的？俺两个就讲天气作热，要走去收水啊。哪会知我收一个边的咧啊？中毒，就是树莲讲的啊！妈哈，你唔通我白讲，迄毋是树莲讲会知的，迄是有人对咱的水源头下毒。春啊，我昨暗用迄井水洗身躯哦，啊无代志咧，都足轻松的。听你安尼讲，佮看这两个伫遮，我哩想起来呢。你讲我是毋中毒啊？袂啦，你若中毒，早会倒遐，袂倒遮搞的啊。我办，从即摆开始，厝的这口井，暂时死神，拢爱有人在遮顾。我知啦。阿伟，若咱的水源头去用下毒，连咱派兄弟要出去买鸡翅头啊，甲买茶米，头家拢唔买咱呢。伊讲你若唔甲因呛声，什么人若到卖物件互咱，伊就要放火烧因的店。你若是要让咱无水无米无鸡翅，前路后路，拢要甲咱斩断。阿辉，你免着急，伊断咱的前路，断咱的后路，啊，毋过伊敢若想嘛想袂到，咱有马哈哈这条活路。啊，毋过树莲的手气呢？你若搁讲哦，就换我生气啊！有春姑娘，你讲的活路是要叫咱安怎行？咱就拢了要用的水，会当叫马哈甲因的族人为山顶赶来。啊，咱若无饭通食，会当叫咱兄弟甲马哈因去山顶拍人。啊，若鸡翅头无够用，我知，嘛是演员的对。对啦。啊，毋过迄树莲手气的代志，到底要哪处理？你莫烦恼啦，我才甲你想办法啦。众兄弟，这段日子咱会真歹过，也毋过，若无要想到李兰甲咱看衰歹，喙齿紧夹的，摕嘛爱摕过。我这种地狱勇士若要娶某，阮族内走命拢要计划。是安怎叫春姑娘唔肯？嘛行行，毋是伊唔肯啦，其实哦，是早就有心爱人啊啦。想敢甲我抢，我要向伊挑战。什么人？阿杜。你来叫谁单飞啊？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为你来弹出咱两人最后。